Hello，大家好啊，歡迎入嚟收睇筆姐姐頻道先。睇完片嘅網友記住要俾返個 like 我喎，希望可以多啲人訂閱我頻道啦。你哋建設性嘅留言可以幫我推一下片較喎。今日就係8月16號星期日啦，你哋今日係咪放假呢？各位網友又有乜嘢好節目呢？出面而家陽光普照喎，天氣就有返啲炎熱嘅。不過我一陣都出去行一下街嘅，成日悶喺屋企真係人都癲㗎。好啦，今日同大家研究一下困擾咗我哋香港人好耐嘅問題先。之前嘅內地步操舞大媽集團殺到落嚟香港，當時盛世一時無兩播，仲周圍引導香港嘅市民加入佢哋嘅團體添。佢哋霸佔咗好多嘅公眾地方同公園嘅，更加造成好多阻礙市民同大量環境聲音滋擾喎。香港市民就極力抗拒同憤怒添。當時好多嘅好心市民都去勸咗佢哋嘅，可惜換嚟嘅就係俾佢哋非常唔友善嘅怒罵噃。唔通佢哋真係認為係奉旨同應該嘅行為嗎？之後憤怒嘅市民周不時去管理部同政府有關部門作出投訴啦。不過政府有關嘅部門就冇去大力打壓佢哋噃，只係間唔中派出啲人去溫柔式嘅勸咗佢哋㗎啫，感覺係好兒戲咁去處理嘅。好在呢班嘅內地步操舞集團大媽都知道事態開始有啲嚴重性嘅，亦都識得去收斂，最近都好似銷聲匿跡咗㗎啦。不過早兩日有個朋友就向我透露，深水埗公園一向存在好耐嘅大媽舞集團噃，依然非常活躍嘅，而且人數好大，次次活動都幾乎有成百幾人嘅人數添，場面非常壯觀喎。每逢天都未光嘅清晨，佢哋響公園都會開住播放器，大大聲播出一啲難以入耳嘅音樂添。嗰啲大媽就會隨着音樂嘅引動㗎啦，身體就毫無章法，胡亂去跳躍起嚟，身體嘅胸前兩嚿物體就不停咁拋下拋下，腰部同屎忽就瘋狂咁去扭動，左右搖擺添。姿態嘅觀感就係非常核突同帶有好強大嘅挑逗性噃。好多當時在場嘅大叔同阿伯睇到，可能係忍受唔到呢啲形態式嘅引誘噃，跟住就好自然咁加入戰團，一齊去忘我式嘅載歌載舞添，完全好似揾返自己已消失嘅世界咁嘅款喎。住響附近嘅好多居民，未夠鐘起身返工嘅，經常都會俾佢哋一早就嘈醒啦，真係想瞓多陣都唔得覺喎。長期感受到呢啲噪音滋擾嘅壓力，真係有邊個唔會嬲㗎？我更加收到風，有人就話有啲賣淫嘅企街大媽乘機滲入呢啲活動添，佢哋會假裝加入跳舞運動嘅，不過目的就係去對嗰啲在場嘅大叔同阿伯挑引佢哋話可以提供性服務添，而且仲話價錢唔會收得貴添，即係可以話好明顯咁想去博取一啲性交易嘅生意啦。究竟呢件事係真定係假？暫時我都未有證據去確定，真係不得而知啦。睇到依家嘅大媽舞噪音滋擾事態，依然屬於嚴重性嘅，同埋已經有啲扭曲咗嘅事件發生咗啦。有關嘅部門係咪應該積極同埋嚴肅啲去處理呢？其實係咪應該做出一個設定，包括時間、地點、聲音嘅聲浪規限呢？更加要去極力監管呢啲運動嘅健康性管理呢？唔應該俾啲不良分子滲入去作為唔正當嘅用途呢？如果仲係抱住愛理不理嘅心態去處理，任由事件繼續趨向惡性化同嚴重性，我諗好多香港市民都唔想睇到呢種現象出現嘅。其實上咗年紀嘅老人家係要做啲適當嘅運動嚟保養身體嘅。我筆姐姐大媽當然會明白啦，正常嘅運動同晨運我係絕對贊成嘅。如果製造出一啲阻礙同噪音滋擾到人哋嘅行為，真係難以去接受㗎喎。你哋話啱唔啱先？香港市民除咗需要身體健康咁生活落去，
亦都想生活享有一個寧靜嘅居所作為休息，同有規律嘅社會入面添。至於呢啲咁嘅大媽舞團體，不停咁去騷擾市民嘅生活，更加係一直都執迷不悟唔識自律嘅，真係有啲唔明白佢哋嘅心態噃。好啦，今日筆姐姐大媽又同大家吹完水啦，各位網民有冇覺得非常沉悶呢？希望你哋多多包容啊，因為筆姐姐唔屬於係一個專業性頻道嚟嘅，只係屬於一個得閒出嚟吹下水，而且係帶啲無厘頭嘅娛樂性質添。大家唔好咁 care 啦。好啦，睇完片嘅千祈唔好拍下囉柚就走人喎，記住俾返個 like 我㗎，訂閱埋我頻道就最好啦。多啲建設性嘅留言幫我推一下片就最好不過添。好咯，筆姐姐大媽又要同各位講再見啦。最後送個 goodbye kiss 俾大家先，多謝晒各位網友收睇，下一條片再見咯，拜拜，拜拜。